上帝在自然中，創世記1章31節，神看着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6日。喺美國嘅度假勝地雪朗湖畔亞第倫達克山嗰度保留住一大片美好嘅森林，好多人經常去到森林中去度假。有一次，有一個人帶住佢嘅兒子，請咗一個嚮導去到深山之中嚟露營。佢哋住咗1個星期之後，就離開咗大路，向荒野嘅森林之中走咗去啦。呢位嚮導將山之中好多新奇嘅事物都講解俾嗰一位小孩子聽，令到佢感到非常之驚奇。由呢一位聰明嘅嚮導銳利嘅眼光之中，好多經常不曾俾人見到嘅東西都被發現出嚟啦。山林中嘅好多秘密令到呢個小孩子無限驚奇讚嘆。有一日，呢一位少年人帶住驚奇嘅聲調就問呢一位嚮導啦：先生，你既然見到過咁多嘅嘢，究竟你有冇見到過上帝啊？嗰位老人就回答話啦：孩子，我一嚟到呢個森林之中，幾乎冇喺任何地方見唔到上帝嘅。原來喺佢嘅眼中，上帝已經將佢自己隱藏喺自然界嘅任何事物之中。呢個亦都正係耶穌嘅態度。佢由花草樹木見到咗上帝嘅慈愛，飛鳥就令佢感悟到上帝對每個人嘅眷顧。喺佢睇嚟，自然不單止係樹木花草啦，嗰個係上帝周全嘅愛嘅表現。只要我哋存住敬虔嘅態度，睜開眼睛，就可以隨處都睇到上帝嘅神蹟。19世紀英裔愛爾蘭讚美詩作家同埋詩人亞歷山大夫人喺佢嘅詩作《萬物光明美麗》之中係有咁樣嘅讚美詞嘅：一切美麗光明物，一切活潑生靈，一切聰明可愛物，都是父手造成。天父啊，求你除掉我雙眼嘅障礙，令我能夠知道你永遠唔遠離我。願我哋嘅行動、生活、作為都存喺你嘅愛顧之中。阿門。